喺香港一個過千尺嘅4房一度海景房，第一個係幾錢？今日 Frankie 就帶大家睇一個1400萬年度嘅海景房。講緊嘅正就係賭王4儀體名下上家地產打造嘅豪華豪宅項目 The Wave 上岸。今日嚟參觀嘅第一個私隱度極高1梯2房嘅4房1套過千尺單位啦。咁而家就即刻去片帶大家參觀啦。咁入到嚟單位嘅客廳啦，左手邊就設計咗一個吧台同埋酒櫃啦，俾老闆你空閒嘅時候可以小酌兩杯。嚟到飯廳嘅部分啦，就放咗一張大理石嘅橢圓形餐桌啦，不論係大時大節定因為日常朋友親朋戚友聚會，亦都可以容納得到。嚟到長方形嘅客廳，空間寬敞，格間絲隻實用，盡顯豪華氣派。發展商提供嘅一個全屋嘅名師設計同裝修啦，咁大家都見到一個現代奢華嘅風格，啱晒對生活追求要有品味嘅老闆你嘅心水啊！廚房就係呈長方形嘅設計啦，咁所有嘅爐具亦都用上咗明亮嘅設計同埋適量嘅收納空間，而旁邊就係姐姐嘅生活空間啦。嚟到主人房嘅位置啦，空間嘅寬敞唔單止可以容納到老闆你三邊落床啦，甚至乎可以放到電視機喺床前啦。至於景觀方面望嘅就係屯門碼頭，相信朝早起身嘅時候亦都會心情大好。咁行前少少就係衣帽間嘅位置啦，分開男女主人啦，而中間就係一個梳妝台啦。咁右手邊呢，就係衞生間嘅情況啦，就係乾濕分離啦，同時滿足男女主人浸浴同淋浴嘅需要啦。咁上岸嘅會所就提供呢一個健身房同埋瑜伽室啦，咁健身房嘅健身器材都應有盡有，十分之齊全。咁連接住嘅就係一個瑜伽室啦，方便女士們對瑜伽嘅喜愛。睇完呢個過千尺嘅海景單位，